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嘅福喜来呢个节目。对你放映嘅社会地图啊，重新做喜事啊，然后描绘啊，嘛个传统嘅典礼地图做的是到你传统嘅糕饼。喺大大了啲传统嘅糕饼嘅，叫做咪按声音，就有乜嘅故事嘅。等份伊做啲绕墙道来一次突然台海嘅幸福村嘅传统嘅老糕饼店嘅挑价，呢個節目地圖啦，大家都分享，大家都分享見啲食呢個挑價，請容式分享。好，大家好。我苗到陳榮師，今日真歡喜的到人哋會呀，分享，嘿，真很開心可以歡迎到我們的爸爸來到鴉片哈。聽你個繞牆嘅哇，見到個糕餅量都第五台咯，所以係你挑價嘅來了，佢係馬上嚟嘅清新煙分享。大家好，我是陳一年，今天很高興能來到這邊，能分享家族的產業故事。耶，太開心了哈！為什麼要特別邀請到爸爸，還有我們說第5代的兒子來到鴉片？因為你們的糕餅店已經50年了，有嗎？整個算下來，糕餅不止50，不止50年了。對，所以已經超過50年了，對不對？爸爸是第3代，對不對？第4代。TC 胎啊，TC 胎，然後兒子是第5代，對不對？我們來講一下這種傳統的糕餅店，好了，共識開發哈。以前啊，這些廟會呀，好像是都是祭神明啊，或是喜事，我們都一定會買這樣子的傳統糕餅，對不對？對，好，真的。不過現在因為可能整個我們受到西化的影響，所以大家在吃東西嘅時節，比較吃的比較多的是西式的糕餅。但是有沒有發現，慢慢這幾年，我們又回過頭來，越來越重視這樣子的一個傳統手藝。對，所以等於是才會再傳承到我們所謂的第5代兒子這邊。對，那所以其實從泰卡的分享，他們說第5代，對不對？你們過去從第1代、第5代到現在，你們一路都是做生意起家，對不對？兒子幫我們分享一下你們的故事。就是從我開始查資料嘛，我的曾祖父大概從清末的時候就有從事棺木。金香，還有竹編的製品是，然後到我的曾祖父了，他就拿，因為大溪分為河東跟河西嘛，對，南興那個地區是屬於河西的區域，所以他在日治時期的時候拿到3個專賣憑證，有鹽巴，是，煙草，還有酒，是，然後那個日治時期的時候，煤炭以及煤油。也是在我們家族所販賣的，所以你們家族的生意做很大，對不對，爸爸？講日本時代，日本時代嘅哦，嘅糧食哦，算是。嘅順後同埋無人就開店嘛，就話嘅就一間店添啦。哇，那個時候做生意，其實說實在的，應該算是經濟條件可以算很不錯哦，對不對？然後是一直到了曾祖父，也就是。第三代就開始做糕餅生意，對不對？對，我爸爸係嘅，我爸爸喺下台仲去嘅學習嘅糕餅，糕餅機嘅家下含網就糕餅就係米糕，馬lau啦，佢像是旺愛用嘅這樣嘅產品嚟。是，不過還不是像現在這樣子的，對，然後再傳承到爸爸，對不對？錯，而且你就有興趣，你就夾起來做，錯。然後也是因為朋友介紹，你就到處去學，對不對？仲係跳下一先作學啊。還有呢，好像不止，對不對？先作啦，還有個北面就過去羅東，羅東北面就過去三重市這樣。是，你這樣子學，按用嘅東西做學徒，學了幾年？幾多年？差唔多3年啦。3年多，會真辛苦嗎？較辛苦哦，較辛苦。為這3年多的過程會想會放棄嘛？會想會放棄，想說按辛苦冇去做誒。唔會啦，較就不卡就嘛，同埋我做事啊，出來做嘛還做啊，較快樂啊。快樂，給我爸爸是說在外面比較快樂，雖然工期辛苦，可是又可以學到東西，還有較快樂，對不對？又可以吃啊，又可以吃啊。所以爸爸也很喜歡吃按個給糕餅，做麼？你去家親好食啦。因為我們說做糕餅，你自己要不要一直試吃？哎呀，對啊，黑蒙用底後生嘛，然後會反應，對不對？會反應說黑面貼強呀，還唔拉熊啊用哎，不說會一直調整嘛，對不對？所以你也是這樣子，可以說是南征北討，把這樣的糕餅學起來，學到一個好功夫。
然后再回到大溪开店，黑暗牛。对，是，嘿呀。哇，然后就一直做，然后儿子就接手。你为什么会愿意要接这个这么棒的这个手艺？这样子，从小就每天就是耳濡目染，就看着做糕饼的。哦，对，然后看着做糕饼也看出兴趣了。然后也做出兴趣，对不对？因为如果去外面工作，你还是要做啊，在家里做比较轻松，不用给人家管。我觉得你们父子好棒哦，感觉上很乐观，有没有？因为我问爸爸说你去外面学，他说因为这样子在外面比较快乐。然后儿子说我直接跟爸爸学也比较轻松，重点是爸爸手艺很好，对你传承的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手工艺。可以这么说，然后就一路这样做，然后做到现在第5代，然后也做了非常多的。我们来讲一下好了，因为像现场我们看到很多的糕饼，我知道以前给你，因为以前还没有像受到西方的影响，有青豆跟西式的饼干嘛，像日式的面包啊，西式的饼干，以前泰卡就是按钮给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大概在民国70、80年代，听说那时候你们店里生意清厚，错啊，有多好那时候？跟日的那就较讲吼，就同埋看日的吼，同埋我穷正日吼，做来做4-5-3个间嘞，找很多青豆嘅员工穷下做。哎呀，错啊，穷啊，跟日讲日就穷啊就间嘞啊。比如说听粉啊，结婚后还有结婚也听粉，日子好，大家都结婚，然后就很多订单。对，听粉这样子做饼的呀。哦，订婚才有做饼啊，对，所以就整个很多，从早做到晚。从早做到晚都没有休息。对，冇限就这问题就是做到好啊，做到暗嘛，班扎。我先讲你有轻烦喜从冇，因为订单很多。而且从早做到晚，有一天有没有做到1000个？有没有最好的时候？要看做什么产品。哦，对，所以比如说像你们是不是也有做蛋黄酥？有，对，所以有时候好的时候一天会做到1000个，对不对？蛋黄酥条是看每下的，后来发展的。但我了解，好像那个时候你们还有做西式蛋糕，哎，有，好像那种好几层的，是不是？在70年代的时候，对，那样子，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要特别问？因为那个年代如果要跟你们订那样的好几层的蛋糕，其实很时髦的事情，哎，有冇？可是为什么你们也有学那种西式的蛋糕是吗？就是糕饼它主要分为传统的糕饼跟西方的那个西式有蛋糕跟面包嘛，所以我父亲也有学蛋糕跟面包。哇，爸爸好厉害哦！我们赶快来讲一下，其实我们现场有很多，我想要先讲这个是龙凤。对，龙凤喜饼，龙凤喜饼，所以是听粉给史杰不会走给龙凤喜饼，对，所以这个龙凤喜饼是非常传统的糕饼，对不对？对，它是师傅，爸爸还是儿子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龙凤糕饼，这个特色是什么？它就是主要就是订婚的时候嘛，对，然后会男方做饼给女方，啊，女方祭祀他们的祖先，然后在女方分享给他们的亲朋好友，告诉他们说。他们女儿要给人家过定了，是这样子。对，这不会是像喜饼吗？一人发一个的那一种。喜饼就一般就是给女方发给女方的亲友。是，所以像这个中间的话，是因为它上面都有一些很漂亮的图腾嘛，对，它表面上会印一些花样在里面。然后我看到里面它这个看起来是包豆沙，对吗？然后有一点点的核桃。对，这也是传统的馅料。对，算是。那改良之后会包什么？改良就是降低它的糖度哦，降低糖度哦。我们现场可以看到这个，对不对？这个是做龙凤喜饼的那个模子。对，这个模子有青豆眼吗？这个叶幕会看到清精致呢。对，清讲。看到很清讲。一做片亮啊，整片跟个凤亮凤。做片黑亮，然后凤，所以龙凤喜饼嘛，对。那这个其实这个模子也算是，这以后你们留很久之后可以变传家宝，有，因为我们早期的店号是副餐嘛，对，你看它店号是刻副餐，就是50年代以前的，然后我父亲是当兵退伍以后才申请新副餐，是，所以以前是副餐，然后才是新副餐，对，我觉得传统糕饼好有意思。做的时候会在上面有自己的店名，就直接刻在模子上面，然后印出来。对，所以你拿到一个
龙凤跟喜饼的时候，上面会看到腹仓或是新腹仓，这个会不会很费工？因为全部都要纯手工去做。对，就是每一个饼皮都要靠手来捏好以后来压模，完全不能机器。没机器啊，都没用手工。哇，所以真的是手工业呢，可以这么说，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提到那种很传统的龙凤喜饼，现在要吃要专程去买才有哦。对，对不对？真紧平常没有办法在一般的店里买到。可以你传统改购饼，还有冻豆改故事，走在少改，你聊哈，等下这样来讲。今天东方宇宙的绕墙头，类似突然台海幸福冲改，你讲传统糕饼店改挑价，然后甜台，我们说是继承人的啦，好，可以这么说哈。但是这个亲力会给老师傅是坐在这边，对不对？哈，在家里坐镇就会按有给杠杠。上台节目我们接到龙凤喜饼，我知道现在有改良，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个陈老板有说，这个以前传统的以前的人就是吃比较甜，比较容易保存，而且农业社会那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口味可以重一点、甜一点，对不对？好，不过要它给你不够什么暗甜，所以渐渐的改良，所以现在这有一点点改良过后，对不对？对，就这样讲哈，有哈，你看黑莓粥按用给狗饼也是要一点一点的随着这个客人的需求，慢慢的做调整，对不对？不过这是一个传统的糕饼，我们讲到很有意思的糕饼，就是说上面都可以有印一些龙凤的图案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传统的一个。你知道这是一个习俗嘛，很有意思。你看烟中还有好有意思，就是那个粉红色的，我们说寿桃。寿桃好好介绍一下。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会觉得寿桃好像就是拜拜才会吃得到，或者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祭典。然后而且周生也是这样来肉是讲哦，周生饮给时间，每次都给寿桃唔好吃，因为感觉上好像白白的，没有什么。不过我现在再回去吃这个寿桃。我觉得很轻厚身而且有一种单纯的口感跟味道，对不对？寿桃现在还是很受欢迎。对啊，尤其是从这几年拜拜神明生日的时候，都会订寿桃来祭拜。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寿桃最早会应该较早进前就会做生日啦，做生日，做祝寿，系啊，祝寿啊，70日，80日、90日，大寿，太寿就做了寿桃来分享双方的亲戚人，安容易，爸爸刚刚问一下哈，给粮食还讲说你做71还有81大寿的时候，他一般订都会订几个寿桃？其实按分的，主人做生日，咩？主人做咁个太杂个面贵的，嘿，吼来的就咩？新球就做个就做头的，做寿桃是，所以按容易，所以某 Q 用不一样所以还是有分，对不对？系啊，对，然后主人做个贵的认贵的啊，认贵的啊，是不是像就是很大的那种有乌龟形状的那种，对，那种对不对？然后你说新球给时节才是做这种。寿桃是不是？寿桃还是有分的对。所以你们现在这寿桃有改良过吗？有变得会不一样吗？有啊，就是口感整个都改过。对。可以透露一点点吗？你是变得比较 Q 是不是？还是变得比较？就是因为有多一道机器的压制，让它的面团的组织会比较细致。所以它的那个整个外面白的那个面皮的口感会比较细腻一点点。对，以前没有经过机器压制，所以它的面团组织就会比较粗糙这样。对啊，我以前吃的寿桃都觉得那个面包很粗糙啊，我是的确这么感觉的。你下就底部就是加用煮，白那是什么白油？白油，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一种，就像我们做面包有放酥油嘛。对，然后做包子就是放白油，口感失去了某形状的。那这个也算是你们自己研发的吗？就是那个太感人，慢慢材料上它也会跟着时代改变。你还个饼油呢？你们有放吗？有啊。
哦，爸爸这样不会泄露太多，对不对？不会，因为我知道，其实就像是陈大哥讲的，其实你的就是所有的配方都一样，对不对？材料都一样，比例都一样，其实每个人做出来的口味还是不一样，因为这中间有你们的手感在里面，对不对？对，所以像寿桃也会有你们自己每个人做出来的手感，所以吃起来也要某用用，对不对？是这样子。不过，给蒙一桶泰卡瑞是有个寿桃之外，我们其实现场有看到很多不同的糕饼。不过有一个是因为这次没有带来，但是一定要跟大家介绍，是要贴狗味黑毛。贴狗味就是用这个做的嘛，对不对？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要什么时候用到？就是7月半的时候。中元节，哈哈，那是就是中元节专门拿来就是祭拜用的这样子。对，我有看到你们特别带了这个东西，这个就是 Tap 狗味当时做的这种模具，是不是？对，这个模具看起来都有点裂开了耶。对，这个几年了？应该超过60-70年以上了。爸爸，这有超过60-70年？係啊，因為之前經驗吼。给簡單冇咁嘅法文啊，这是后来新的，对不对 ？OK， 好，这是旧的，因为你看哦，泰咖啡知道，这是什么？其实它可以打开，对，然后打开之后，我们会看到这边有一点点的花纹，对不对？所以它就会 QA 嘛，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旧的一个花纹做出来的，50-60年了，所以这个接下来是新的，对不对？那新的这个东西上面，我发现你们有把你们新腹仓的这个刻进去，对，哦，所以你们就是用这个模具这样子去压出那个 Tap 狗味的那个形状，对不对？真的能讲靠狗味，靠狗味，靠狗味。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好像它长得白白的，然后好像不知道是拜拜的时候那个供桌上面都会有那个白白的那个狗味，可是我觉得它吃起来干干的耶。按用供桌对吗？对啊，是干干的没有错。可是听说越咀嚼越有味道啦，因为它干，它才比较可以保存时间久一点。哦，你会按用你那陈大哥你自己喜欢吃那个吗？你喜欢吃跳狗味吗？高我不喜欢，老板自己说不喜欢吃跳狗味。一般食品来讲，狗味较甜。哦，狗味较甜。对，是不是也有人做成不同的颜色？好像有咖啡色，对不对？那个是绿豆口味的，是绿豆口味的。哇，我今天访问这个，我压力也很大，你看青酱还够唔冲，你知吗？所以有嘛，白色的就是原味。然后咖啡色的是绿豆口味，对，吃起来干干的，唔够同太嘎讲。C 一个时间也没吃到它干干的不厚实，不过我现在还是喜欢，因为我觉得现在吃你会吃到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复古，然后我觉得你尝的是一个时代的味道，我就会觉得说以前给你按勇士，你就觉得那个感觉不一样，太干的话就配杯茶啦。对，因为它真的很有饱足感。哦，真的吗？对，吃了就会很饱，是不是？对，因为它原料是糯米嘛。哦，陈大哥，你要早点说，原料是糯米，糯米炒熟再来磨粉，这样来讲嘞。会轻难吗？会不会工序很复杂？因为糯米是粉是工厂来的嘛，我们只是做后面加工的。哇，所以是变成糯米粉，然后再去做这样子后面的糕点。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看，特别给不一头还把这样的一个模具带来，同台港的福用，这也是真的是一个一个这样子压出来的，所以其实也是非常的手工业，对不对？周这样讲哈，都速工周嘞哈。不过根本你除了这个 Tap 狗味，泰嘎可能会觉得说，那只有照片而已。不过现场有一个好有趣的东西，我是第一次知道，我觉得我好孤陋寡闻哦，就会压凤梨 cake 嘿嘛。然后我就想啊，就想讲，可能会比较后期的，结果陈大哥说他不是后期的，他是来自于50年代。50年代，因为台湾那个时候，我们的罐头嘛有凤梨。羊菇跟芦笋嘛，对，那个时候凤梨的罐头的产量非常大，对，就用凤梨来做糕饼，是因为这个原因哦。对，因为给当时我记得我细个时节很小的时候，妈妈黑公有买个凤梨罐头，有没有？还会这样子把它以前那个切割器这样子把它打开，里面还有凤梨汁，对，然后凤梨汁可以喝，对，你们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才开始研发了按勇给蛋糕这样讲，对啊，为什么叫做 cake？ 其实就是日语，对，哦，所以是凤梨 cake， 对，那为什么你们店名写凤梨客气？就直接翻成中文客气这样子，谐音，对，所以这个受欢迎吗？这个，因为订婚喜饼里面其中有一样也有一盏，也是翻这种口味的，有吗？有，传统的订婚喜饼。
哦，我以为传统的订婚喜饼就只有我像黑龙那个是大饼啊，另外传统的是河饼，它有6种口味，对，其中有一个就是这种口味的。哦，那我要问一下哦，亚哈，2021年还有人订这个当订婚喜饼吗？没有了，对不对？好可惜哦。所以你们现在在店里卖这个算是比较零售，就台港黑公熊就是接订单才有生产。那我们今天现场为什么可以有3个？是特别为了我们节目做的吗？对。陈爸爸，谢谢你。这个会不会很费工？因为传统的糕饼都是很费工的。对，而且通常要比较大量的订购我们才会做，对不对？对，因为你数量太少的话，它的原料机器没有办法搅，会没有办法搅拌，是做起来的产品也不会漂亮，不会好吃。哇，我好感动哦！那你这次为了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做这样子，会不会很辛苦？应该还好啦，哈。哇，我突然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因为我心里想说，怎么现场还可以有3个这个凤梨，那凤梨 cake 走得走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谢谢，还特别带了这个凤梨 cake， 觉得很开心。不过还有一种同台港的分享，我觉得等一下可以好好的讲。不过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是那个番薯饼，叶公饼。你看看就弟爸爸不会很容易，你们爱讲番薯饼，爸爸就捏公饼。以前黑捏公饼黑冇？嘿，之前就我捏公饼。嘿，什么时候吃？捏公饼是不是要中秋节半夜半蛇？嘿，做。哈，不说太赶半夜半夜时间，因为要他流行吃月饼嘛。之前你那他就种番薯，当然种番薯。就香港来用粒番薯来做饼的。没有想到就变成捏公饼了，系冇？吼，他又动都改传统改购表的少改本台港，你台港先聊下，等下再来讲。你今改乐饼和乐子偷然台海改幸福冲改偷尬哈，那我们的第5代继承人，对不对？我们的2段节目是给青豆抹 Q 给传统给狗饼啊，像爸爸有共同跟捏狗饼有没有？半夜给时间会是，其实说实在做捏狗饼很辛苦，因为光削那个番薯就要削一整天，好对不对？可能一大斤，然后一直削到都手都酸了哈。现在看到番薯会咸哦。咸妈做，咸妈做哈。不过我们等一下黑夜公饼哈，我觉得很有趣哦。台港会想过为什么现场有这些看起来是一些动物造型的东西？对，我们想说这跟传统给狗饼有没有该关系哦？大家要不要来介绍一下？因为这就是传统的捏面，就是看桌文化。是。因为一般早期的时候嘛，因为我们的物资很缺乏，然后为了让我们的普渡或是庙宇建教祭祀的时候，能够丰富它的祭拜祭祀的那个产品的丰富度，所以会请师傅来捏制传统的捏面，对，然后来祭拜，对，所以这些都是你捏的吗？对啊，所以你是有跟老师傅学捏面，是不是？就是跟以前我们店里一个老师傅叫李仙姐嘛，是，他就是自己学会传统的捏面，对，然后我父亲带我去教我简单的基本的。对，然后后面就是靠我自己慢慢摸索这样子学。那你很有兴趣，对不对？就是花很多时间学。花很多时间。爸爸他做捏面人有没有花的时间有没有超越做糕饼的时间？有没有？我可以喊那时间。你看，爸爸就这样没有啦，空闲的时间才做啦。那请问，听说你有还进到学校里面去是吗？哦，那是怎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还是它是什么课程？就是有跟公部门申请一个经费，对，然后就进到在地的小学，然后进到小学以后，告诉他们说我们的传统的捏面，我们从面团开始捏成金鱼的时候，后面再上颜色，对，就全部整套的完成这样子。是到国小里面去，对，哦，所以比如说是1个学期的课程吗？没有，就是一堂课这样子。哈哈，
然后也算是你也是很愿意想说目的是为了要传承这样的一个技艺，然后让小朋友认识嘛。我主要就是让小朋友了解说传统的捏面，然后后面再衍生说，为什么会有捏面，再回带传统的糕饼产业这样子。那小朋友怎么喜欢吗？喜欢吗？就很兴奋啊！很兴奋吗？一听到可以捏面都很兴奋。对、啊。但是你讲到这个传统糕饼的时候，他们听得懂吗？他们理解你要表达的这些，像你后来。就是背后其实是这些有这么多的精致的这些传统工艺，应该是说要看小朋友的年纪，高年级的他们就听得懂，对，然后低年级的他们就专注就只会在这上面而已。低年级就会走按有些东西，如果高年级你讲到传统的糕饼的一些手工艺，他们是会理解的，对，所以这个是你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很期待说借由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可以传承。你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职人精神，或是说像百工百业留下的这些传统手工艺，其实最主要还是要让各个年龄族群认识我们传统的产业。借由捏面，因为捏面比较容易推广嘛。对。你糕饼的话，你进去学校或是进到外面社区协会，对，你会没有办法 DIY。对。你会受限他们的产地的空间，跟设备。而且他会觉得我干嘛学糕饼啊？对不对？他会有一开始会觉得我不想学，但捏面会觉得好像很有趣，对，轻神气啊。因为一般都只有听过捏面的，都没有捏过真正的面团。没有，对，我们都是去买别人捏好的，然后外面也是都是卖粘土的，它不是真的面团。所以是真正可以吃的面团拿来这样子捏，对，它因为后面才会上颜色嘛，你上了颜色就不能食用。对，好好玩哦！有没有小朋友捏一捏之后忍不住拿来？有的小朋友真的会偷吃，真劲哦！所以有没有什么小朋友给你很有趣的回馈，让你觉得很有趣呀？吼呀，轻杠通呀吼，有没有？就是有的小朋友发工具发下去嘛，他会像吃牛排这样子拿着工具这样切牛排。因为你是发了面团，对不对？对，然后呢，他就会分享说他们家是做什么的，他会直接跟你说他们家是卖西餐的，他们父亲的职业或是母亲的职业，是，对，这么有趣，有没有给你很感动的回馈？会说啊，老师你可不可以常常来这样子？不是，他们有时候上完课嘛，对，他们很多学生都会问一句说，我们下一堂课要做什么？问题就没有下一堂了。哈，那怎么办？为什么？因为太累了，对不对？或是这样课程会太密集？不是，就是经费有限，我想要整个普及，是每个学校都进去做嘛。哦，所以等于是像陈老板这边，等于是到了很多某 Q 跟后高一，对，就是你会因为在大溪嘛，你们店在大溪，所以你们就是先以大桃园地区以大溪的为主哦，这样子哈。所以其实这整个过程也可以看到你对于这个糕饼业的一个传承。对，我们讲一下，其实听说2013年的时候，你们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油品的，就是黑心油油品，到台湾的一些动荡，对你们生意有影响，对不对？有哦，因为一般的人就认为油都有问题的话，他就会对传统的糕饼他就会不信任了。因为传统糕饼也会用到大量的油嘛，对不对？对，所以有熬过来了。有，那一阵子有撑过来了，有撑过来哈，也是很低潮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对。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其实共识在同泰嘎的分享，其实不管是百工百业，我们说在客家里面有很多，不要讲客家，其实整个台湾有非常多这种传统职人所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手工艺。你说以前你们第一代、第二代卖过像什么金香竹啊那一类的东西，其实或是竹编啊，那都是非常珍贵的手工艺。对，那些东西一旦失传了，就是失传了。啊，你公就按有传统给糕饼业，你说不会做，没有人继承，它就是没有了耶。它就好可惜，因为它其实承载的是非常多的历史，承载的是很多的时代。所以今天同台改了分享一下，我们要讲一些肉骨眼泥哈。你看，我们等下这边也是要上课的，好不好？好，用回流来讲哈，抗让沙得线。扛让沙摸炉夯，爸爸有没有一点点理解给什么个意思？就是说开的让嘛，开让沙，开的养给你就有路行，还用开不养给你，就是你那个难关如果没有通过的话，你就会某路行。对，所以为什么要特别给不一同大概的分享？其实公司采访，你要做按勇给糕饼业做超过50年，其实这中间有太多的风风雨雨。一定的啦，对不对？然后有很多辛苦的地方，有辛苦的地方，一定有时候像你们遇到2013年的一些油的冲击，也会觉得哇，生意受到
很大的影响。对，那但是就是要怎么样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嘛？你就等于是肩头上的重担，你就凯尔养嘛，对不对哈？所以同大家的分享就会就是凯让沙得胜，凯让沙摸鲁行，意思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可以度过难关的人，你就可以办法生存下来；度不过难关的人，就可能就放弃了。对，有没有觉得跟你们店里的精神或是一些经历也是有一点点像的感觉？有冇？有哈，爸爸有冇？有啊，有啊。大家老板就等于做唔下去，就输去了。你就输去啊！啊，你就坚持，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对不对？不管总是有波形图嘛，对不对？有高有低啊，遇到高的时候很高兴，有没有？70、80年代周五西有嘛，对不对？还有人订那种西式大蛋糕，可到了比较低的时候，还是要挨高西，就按用给干不够，有冇？到亚洲会给不你给。露骨演绎同大家分享，这样子可以吗，爸爸？我在这个关公面前耍大刀，所以在陈宝宝面前耍大刀，还跟人家讲说，生意有高有低，有没有？真的在经历的，是你们真的很棒，对。所以其实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未来规划？未来规划，就是传统的产业，它订单都是固定的嘛，就是会开发走新的，就是像捏面的课程，可以跟外面的社区啊，或是协会合作，对，然后有时候他们会推那个小旅行，也可以跟他配合这样子。你是说捏面？你说小旅行，然后比如说像是有一些传统的导览课程那一类的吗？他可以期间设置一个节目这样子，就是上捏面的课这样子。对。所以你会希望能够在未来，可能在你们大溪或是因为已经有实际操作过了有跟基金会那些公部门有实际合作，对，所以就等于是可能一天、2天或1天的这种这个参访的过程，然后有一些导览的课程就会有他会有安排2个小时，就是做捏面的课。太好了，那有安排吃糕饼吗？糕饼没有，是不是？我想说，感谢公一听会同大家分享那种传统的糕饼啊，对，因为说实在，传统糕饼我们一开始都会，因为以前的人就是。我们会觉得比较甜、比较腻，然后就会觉得好像，但是现在其实慢慢，大家越来越复古风了。我们会非常的回过头来重新珍惜这种以前老师傅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手工艺，跟吃这样的传统糕饼这样子。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只做那种专门的专案预定就对了。对。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就是随意的经过你们的店里的时候，不用专案的这种预定，我们也可以吃到好吃的那些公饼呀后啊，也没龙凤喜饼，可以吗，陈爸爸？做得了，真劲哈！今日其实东方鱼做的绕墙类似这头然台海的那个幸福这种传统改购糕饼店，我觉得要继续努力的把这样的手工艺传承哈，真的要靠大家，然后我们才可以有这么棒的这样的一个糕饼，继续的跟大家一起。往前进，这样，所以感谢爸爸耳朵鸦片，然后感谢陈大哥，好不好？有机会再来介绍新的东西，好不好？谢谢安之 C， 好，兄弟朋友听到好了，大家来做认同了。中戏福喜乐乐界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樂界面書傾站，還有聽嘅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